大家好，歡迎返嚟講鬼夜話，我係盧思發。今晚想你哋同我一齊行入去成日上新聞又靚又詭異嘅地方——城門水塘百千層林道嗰一度，唔止係打卡熱點，仲係一個失蹤個案同靈異傳聞層層疊咁加埋嘅地方。呢個故事由一對網紅探靈團開始，但係到最後佢哋會發現有啲直播可以開就未必食得飯。喺未開始故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我哋推返去時間，響2023年10月5日夜晚11點45分，你幻想下畫面：城門水塘入口去百千層林道嗰條路，黑到好似墨汁咁，只係得幾支強光電筒響度掃嚟掃去。一隊4人嘅網紅探險團準備開始一場直播捉鬼。隊長叫阿 King， 平時響 YouTube 成日扮大膽，成日講唔驚鬼啊，最緊要有 view 數。佢對住鏡頭笑晒，做咗個招牌手勢，講：各位觀眾朋友，我哋而家響城門水塘百千層林道入口，準備今晚嘅通宵直播探靈，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啊！鏡頭後面，攝影師阿傑響度調校夜視機，技術阿明就響度 check 收音，阿 May 就響度整緊無人機。原本一切都好似好正常、好輕鬆，直到阿傑突然皺起眉，彷彿終於察覺到一樣嘢。King 哥，你有冇留意到呢度靜到有啲唔對路，連啲蟲聲都冇？你要知道，城門水塘平時夜晚青蛙聲、蟲叫聲係停唔到，特別接近水邊嗰啲位更加誇張。但係嗰一晚，風有、樹有、水有，其他聲音冇，只係得陣好淡嘅夜風，吹過百千層樹林啲樹皮、樹葉摩擦出嗰種沙沙聲。你聽得出嗰啲聲完全唔似風，反而似有人企響樹後邊，成堆人響度壓住聲講嘢㗎。阿 King 一邊揸緊支自拍杆，一邊話：就係要呢種氣氛先夾拍片㗎嘛，驚咩啊？有鬼就好啦。阿 May， 無人機準備好未啊？阿 May 扮輕鬆咁回應佢：搞掂晒，不過 GPS 有啲唔穩定，可能樹太密。4個人就咁一路行入百千層林道，你可以想象幾支電筒寄光響黑暗裏邊，不停咁照住樹影，好似人影咁響你身邊經過。行到中段，阿 May 突然舉手：等陣唔好走住，你哋有冇聽到啊？一陣好微好微，好似好遠又好近嘅歌聲由水塘嗰邊飄過嚟，唔清楚係咩嘢語言，聽落又似童謠，又似喪禮嗰啲哀歌，旋律好慢好慢，一路拖到你心口好唔舒服。阿 King 硬係扮冇嘢，風聲啫，大家冷靜啲，繼續行啦。觀眾等緊我哋刺激畫面啦，但係如果你響現場，一定睇到佢握住自拍杆嘅手已經出晒汗。就響呢個時候，佢哋轉過一個彎，行響最後面嗰個阿傑突然之間大叫：喂，睇下嗰邊，響水塘邊條石壆上邊有一個人企響度，背向住佢哋，一條鮮紅色長裙直垂到腳面，頭髮好長，黑到反光，成個人係一個響畫面裏邊應該好搶眼，但唔知點解又令人唔敢對正眼望嘅紅色身影。阿 King 當然唔會放過呢個直播良機，佢提高把聲對住個背影叫：小姐，咁夜一個人響水邊好危險㗎，你要小心啊！嗰個紅裙女人完全冇反應，無喐無答，連頭都冇望一望。阿明開咗無人機，鏡頭升上半空，對準嗰個紅衣女人，畫面直送去屏幕。原本仲響度笑嘅阿明，突然成個人震晒威。你哋望清楚啲佢個頭，佢啲頭髮下面就響無人機嘅高清鏡頭裏面，佢哋好清楚咁見到嗰把長頭髮下面冇後腦，唔係頭髮遮住，唔係角度問題，係成個後腦，成個頭殼好似俾人拎走咗，咁得翻一片空白。下一秒，啪一聲，所有燈、所有機、無人機、收音全部一齊斷電，漆黑一片，得翻人聲同風聲。跟住就係阿 May 嗰句撕心裂肺嘅尖叫。佢轉過身啦，到呢一刻，如果你響直播前面望緊，都只會見到畫面突然斷線。但係真正發生咩事，響水塘邊只係得佢哋3個人知，同一個翻唔到嚟嘅人。第二日朝早6點幾，荃灣警署接到報案，話有一對年輕人去城門水塘拍片，原本4個入去，最後得翻3個人。
驚到魂飛魄散咁走出嚟。攝影師阿傑唔見咗，響警署裏面，阿 King 成個人崩潰。我哋真係見到鬼啊！我哋親眼見到阿傑響我哋面前俾啲嘢拖落水，真係拖落水，唔係我亂講。警方當然唔會只係聽口供，照程序調查城門水塘入口附近所有 CCTV， 畫面好清晰。前一晚11點53分左右，真係有4個年輕人再加一個技術支援，合共5個人入去，但係由頭到尾都冇見過任何紅衣女人響鏡頭出現，連一啲紅色都冇。到咗凌晨1點23分，畫面入邊出現咗一個人影，阿傑一個人由林道深處慢慢行出嚟，佢一步一步行近鏡頭，個人睇落去好似冇咩事，但係個笑容好唔正常。你可以想象嗰種笑，嘴角掉得太高，眼神又好空，唔似開心，唔似驚，只係好似某啲肌肉被逼住要咁樣扯起，佢嘴響度喐，好明顯係講緊嘢，但係 CCTV 冇收音，聽唔到。資深警長陳 Sir 就叫技術員倒翻轉，放大去佢個嘴嗰度望下，可以用口型分析到啲咩？畫面慢慢放大，直放大到粒像素都見到，現場嘅人一齊深呼吸。阿傑個嘴型好清楚，佢口型一下一下，好有規律咁重複。佢哋叫我落去，佢哋話下面好凍。講完呢句之後，阿傑就響鏡頭畫面裏邊消失，再冇出現過。現實世界裏邊，水塘搜救隊出動過，潛水搜索都揾唔到任何屍體。阿傑就好似響某一刻之後，響呢個世界被抹走咗咁。10月8號下晝3點，一個對靈異事件好有研究嘅人晴晴揸住資料檔案同一部相機，自己一個人入城門水塘。佢嚟到8千層林道深處，揾一棵響行山 forum 靈異 post 度成日俾人提起嘅樹，大家叫佢做失蹤者之樹。晴晴圍住棵樹行，慢慢摸住啲凹凸不平嘅樹皮，直到響樹幹背面，佢見到一行好新鮮嘅黑痕。阿傑2023嗰啲筆畫唔係直直利利嗰種，每一撇每一畫都好歪，好似刻嘅時候隻手不停咁震，而且啲痕好深，好似唔係用刀，而係用指甲硬生生響樹皮度刮出嚟咁。晴晴低聲講咗句唔可能咁快，因為響佢手上嘅資料入邊，呢棵樹之前出現過嘅名：1967年一個失蹤工人名，1983年一宗失蹤行山客事件，1999年一個浮屍懸案冇揾到屍體嘅女仔名，全部都係真實案件。佢數過每18年就多一個名，從來冇斷過。而家輪到2023年，當佢出手想再摸清楚阿傑2023嗰幾個字嘅時候，樹皮下邊突然滲出一陣暗紅色液體，唔係樹汁嗰種顏色，嗰種味偏向血，一陣好刺骨嘅寒響佢指尖爆開，一路爬上佢手臂，落到脊椎入邊去耳邊。同一時間出現咗一啲好細好細斷斷續續嘅聲音，幫我揾翻我嘅細路。晴晴嚇到彈開，下一刻先發覺自己已經唔響棵樹嗰度，佢企咗響水塘邊，水面平到好似一塊玻璃反射住佢個人影，但係響水度見到嗰個樣唔係佢。倒影入邊係一個穿紅衣嘅女人，面容浮腫，皮膚浸到起皺，眼神好空，但嘴角係一個詭異嘅微笑，就好似終於揾到下一個可以講嘢嘅人咁。10月9號夜晚8點，晴晴響圖書館一個冇咩人嘅角落查緊有關城門水塘嘅舊資料，一大堆報紙裏邊響1963年一則細新聞引起咗佢注意。城門水塘擴建工程暫停，工人稱挖出不明骸骨。沿住呢一條線索，佢揾到一位參與過當年工程嘅退休老工人黃伯。黃伯講起嗰段時間，雙手都仲係響度震。黃伯話嗰陣佢哋挖大坑，本來想打樁起結構，點知啲泥一鏟開，下面全部係骨，大部分都係細路仔，仲有啲係女人。最恐怖嗰幾副，有一副係女人抱住個 BB 嘅骨，兩個都着住紅色衫。再之後，政府派咗人響晚黑冇咩野人知嘅情況之下填翻個坑，響水塘嗰邊種咗好多8千層，話係綠化，又話係鎮住啲亡魂。但係自從嗰陣開始，每隔18年
城門水塘附近就一定有人以離奇方式失蹤，有啲係行山，有啲係釣魚，有啲只係嚟散步。黃伯壓低把聲講，啲人話係嗰個紅衣女人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揾人落去陪佢同啲細路，特別係農曆7月，你唔好響夜晚企咁近水邊，唔好應啲無端端叫你嘅聲，唔好望太耐水入邊啲影。10月10號凌晨2點，晴晴揾到一份標明機密嘅檔案，入邊講嘅係響1942年日軍響城門村附近嘅屠殺事件。響1963年水塘工程報告亦都印響同一份檔案裏邊，上面寫住水塘底發現一個亂葬坑，入邊有大量屍骸，包括小童同婦女。因工程期限同其他考慮，決定就地掩埋，不作公開。響報告最後一頁，有人用紅筆寫咗一句：佢哋仲響下面，好凍，好孤零。晴晴仲響度消化緊嗰陣，佢部手機突然發出警報聲，係阿 May 傳嚟嘅緊急訊息：晴姐，你快啲嚟醫院，阿 King 佢好唔對路。醫院病房入邊空氣又凍又乾，消毒水味好重。阿 King 縮響病床角落，成個人縮到好細。佢雙手不停用指甲響牆上刮，你近望就會發現嗰啲係一個又一個，好似名又似符號又似樹幹刻痕嘅怪異刮痕。晴晴慢慢走近，叫佢：阿 King， 你仲記唔記得我？阿 King 好慢好慢咁抬頭，佢對眼全部係血絲，眼白都唔見。佢聲音好沙，好似好耐冇飲水，但又不停講緊嘢咁。佢哋話晒俾我聽，響1942年發生咩事。嗰個紅衣女人叫林秀娟，日本兵，當住佢面前將佢個仔掉落城門水塘。晴晴響呢一刻留意到阿 King 隻手，佢手臂皮膚出現一條條青綠色斑紋，好似長時間浸響水入邊嘅屍身所出現嘅屍斑。阿 King 突然停低刮牆，望住佢笑，但係嗰種笑唔係人應該有嗰種。佢慢慢講，佢哋話要18個人湊夠18個魂，佢哋先可以離開。而家已經有16個啦。晴晴忍唔住問：咁嗰16個係邊啲人？阿 King 冇正面答，反而攤開手，10隻手指夾縫入邊塞滿咗啲嘅泥、水草同一啲似頭髮嘅黑色纖維，好似佢響某個地方不停用手響水底狂掘咁。10月11號，農曆7月24，好多人都知農曆7月響好多地方都係陰氣重，而家仲要係打後嗰幾日。晴晴帶住由佛堂求翻嚟嘅符同一啲法器，夜晚時間自己一個人再次去到城門水塘。月光打落水塘表面，唔似平時嗰種銀白中帶少少青，今次響水面上浮咗一層淡淡嘅紅霧。如果你遠望，好似成個水塘都響一缸血裏面翻起嚟咁。晴晴企響水邊，壓住自己嘅驚，對住水面大叫：林秀娟，我知你響度，我幫你揾翻你個仔。水面先係出現一啲少少漣漪，跟住震得越嚟越勁，好似有無形嘅力量由水底一層一層推上嚟。一個紅色人影慢慢由水底浮出水面，今次冇後影冇遮掩，晴晴直接對住佢個樣。嗰個樣水跑到變形，皮膚浮腫，五官好模糊，但若隱若現之間，你會覺得呢個女人生前其實係好靚。女鬼嘅聲音由水深處傳上嚟，D 字被水拉得好長。我個仔響邊？晴晴手震，但佢將響檔案室偷翻出嚟嗰張相拋入水中。嗰張相係日軍檔案裏邊一張嬰兒屍體特寫。張紙一浸入水，紅衣女鬼發出一聲好似將咁多年所有嘅怨同痛一次過爆出嚟咁嘅哀嚎。成個水塘開始劇烈翻騰。你如果響岸邊望住，會覺得水面下面好似有好多人響度扭動、掙扎、伸手上嚟。之後現場再發生咩事，冇一個人親眼見住。3日之後，警方響城門水塘附近揾到一本筆記簿，紙張浸過水，已經皺晒、糊晒，但係封面仲睇到個名晴晴。最後一頁鉛筆刮住紙，留低幾行字，寫得好急好亂。佢哋唔係失蹤，係被選中。每18年要獻祭一個人，直到湊夠18個魂魄先可以平息怨氣。而家已經有17個，下一個會係邊個？同一時間，傳聞話8千層林道入邊嗰棵樹上多咗一行黑痕，
有行山客話，佢哋親眼見到啲字唔係刻上去，而係慢慢浮出嚟。樹下有一灘未完全乾嘅水漬，入面浸住幾條黑色長頭髮，髮絲之間纏住一小塊褪色嘅紅布。有人話紅布上面依稀見到一個殘缺嘅字情。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呢個只係一個故事，定係真有其事？城門水塘本身就係一個歷史同死亡重疊嘅地方，由起水塘工程期間嘅工業意外，到二戰時期醉酒灣防線一帶嘅戰鬥，再到戰後幾宗失蹤同浮屍案，成件事本身就已經充滿陰影。百千層林道日頭係人哋打卡位，水浸百千層仲出名到上晒網，但到咗夜晚就變成一條好少人敢獨自行入去嘅暗道。你下次如果有朋友約你夜晚去城門水塘吹水、影星空，試新相機記得望清楚你身邊究竟係3個人定係4個人，因為根據傳說，嗰18個名入邊仲差1個。你哋有冇聽過或者經歷過城門水塘靈異事件？歡迎留言分享俾我知。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同埋分享俾其他人。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